孩子累坏了，一沾枕头就睡着了。路上你一直照应我们，此刻还要做针线，让我来吧。不用，你快把这碗绿豆汤喝了吧，我才熬的。是不是还有点烫？不是。明日就要离开楚国了，我这心里乱乱的。能顺顺当当的走到这儿，已经不容易了。虽说出了楚国，魏后的手就够不着了，但家也就此难回了。有亲人就有家，首先是要活着，只要能活下来，你娘亲和举姬就没有白死。等我们跟黄公子接上了头，就该将实情告诉舒公主，免得走得突然，让她伤心。姑姑说的是。谁啊？一位故人。我听你的声音陌生。你将门打开便知道了。你谁啊？老夫没有猜错，应该就是你。可我不认识您。你是月公主，是那颗霸星。老伯，我没见过您。在下堂妹，襄城守将唐遂是在下的堂弟。16年前你还未出世，老夫就知道你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当年老夫夜观天象，发现霸星出世，4府变，6家乱，主天下大变。我将此事报告给大王，说霸星将要降生到楚宫。大王当时高兴得很呐，没想到生下来的却是你这个女娃娃。于是老夫被剜去了双眼，流放到了边关。难怪从小父王就叫我霸星。你也知道自己是霸星？什么霸星？我芈月就是普通女子，与那帝王之说毫无干系。天命不可违，无男女之分，非人力所能更改。若是逆天而行，必受其祸。必受其祸？你是说这么多年，我们受苦受的还不够？你可知道，我和我周围的人就因为这霸星之说而受牵连。老夫只是一介星象之士，根据星辰变化记录言说。就因为你的胡言乱语，害得我娘命运多舛，害得我跟我弟弟从小被人欺负。我们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多事？为何要与我们过不去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幸福好了好了乱其所为。你走吧。你再不走，我要喊人了。晚了，走不了了。
老伯，老伯。月儿，姐姐，怎么了？唐将军，出什么事了？林公主，两个大逆不道的小贼惊扰贵人们歇息，现末将已将其诛灭，望舒公主恕罪。堂妹老伯，可是唐将军的堂兄。不错，老伯仁义，替芈月挡了致命一剑，已经不行了。敢问公主，他人在何处？在我屋里。这门外不是有侍卫把守吗？怎么还能让外人进来？守门的侍卫均已被害。这院子外面应当还有巡逻的将士和值更的侍从，唐将军可知他们的去向？这末将失职，明日一定仔细查处，严惩不贷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夜已深了，明日还要赶路呢。是。月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吓死我了！你没事就好。只是这刺客来得蹊跷，死的也蹊跷。我一定让人禀报大王，狠狠地处罚这些襄城守将。其实也怪不得他们，这襄城是秦楚交界之地，历来盗匪横行。今日之事，大约也是哪个毛贼被糊涂油蒙了心，闯错了地方。玳瑁姑姑好灵清啊，连这小小边城的事情都了然于胸。奴婢也是道听途说罢了。既然大家都没事，那就早点歇息吧。早点歇息吧。唐将军，你还是警醒点好。这下半夜要是再出什么差池，你我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。这是当然。你们这队人，给我在院子外面牢牢守住。要是再出半点差池，本将军绝不轻饶。是。
我想了一夜，昨晚之事绝非意外。我心里有数，那堂妹突然上门，只怕就是好心来报信的。难道还是韦后？是他，也可能是别人。这可怎么是好？原以为一切都可以结束了，可现今……我只好盼着赶快到武关，到了那儿就有着落了。黄公子，少司命庇佑，月儿和我们能平安到武关城。